好多人咧話後生仔咧做保安咧就係一個浪費時間。咁大家同唔同意呢個觀點咧？其實做保安咧雖然係一個比較基層嘅工作，但係咧佢可以培養人嘅一個責任感啦、觀察力啦，同埋一個應變能力。對於職業生涯發展咧，或者其他工作咧，都係有所幫助嘅。咁如果青年人喺工作之中學習到人際溝通技巧啦、安全知識管理啦，甚至喺職場建立一個良好關係咧，對於其他工作咧都係唔錯嘅。所以青年人做保安是否浪費時間？咁睇你喺邊個角度去睇咧？我亦都見到有啲保安員咧，返夜晚嗰時咧，夜晚比較時間得閒啲，所以咧有啲朋友咧會夜晚時間咧就做去進修。所以咧就大家睇點睇呢個工作，每一樣嘢有好有唔好嘅，咁睇最主要睇大家點睇啫。OK。